感谢上主，因为伊是好，伊的慈爱永远伫地。这时，请咱起立，三角来吟圣诗172首，至尊的主宰，上帝是圣。谢。这时，请咱三角额头来祈祷。亲爱的爸爸上帝，伫圣的主日，受阮的正经日，要用欢喜感恩的心来到你的圣殿，要用心灵甲诚实来敬拜你，要用恭敬谦卑的心来领受主你真理活命的话。你创造万物的主宰，愿所有一切拢是你所赐。你的恩典实在算袂了，你的慈爱永远甲阮伫地。阮愿意将阮一生拢交托予主，求主做阮生命的主宰。阮是何等的福气，伫万人中受拣选，成做主的囝儿。抑阁阮真清楚，阮抑阁是一个无完全的人。过头追求世间的物质甲名利，赢过尊谈主的真理，偏离主的道路。过头挖靠家己的聪明，无尊主最大，得到亏欠主的荣耀。无看见家己无意中的过失，有圣神不时催逼管教阮，
互阮通晓悟认阮的罪，因为阮知，阮若认阮家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的确要赦免阮的罪，所以阮一切的不义。这是阮要为双年教会献上阮的感谢甲祈求，因为上帝极大的恩典，互双年教会100多年来，经过历代传道者甲信徒献身甲无私的奉献，无论是宣教、社区、弱势、幼儿甲老人各种的事工，拢通得到不断的扩展。也故阮袂通掠这做夸口，阮着更该搁较谦卑，超找上帝的旨意。求圣神感动激励众信徒、长职、牧师，伫蔡牧师的带领下面，按所查的表来跑走。信徒会当认真服侍，互相关怀，会当同心合意。互双年教会真正做合上帝旨意、蒙福的教会。阮也要为了台湾，阮的国家献上恳求。主，你是天顶甲地上的掌权者，求你施落公义甲怜悯，祝福阮徛起的这个土地，互台湾会当继续维持几十年来。透过侪先人流血流汗，真无容易才建立的民主自由体制，无受到任何外力或者是对台湾无认同的人来扭曲，甚至来伤害。我也要为了阮兄弟姊妹中间，既若身体病痛、心灵忧伤，或者是拄着任何恶谈等的思维，我要献上阮的恳求。求主你施落怜悯，纪念因的软弱甲需要，使因有坚定的信心甲气力，凡事借着祈祷、恳求甲感谢，勇敢面对一切的试炼甲挑战。因为阮确信，伫主无有恶正的事。阮的祈祷无够额，只是阮要用主所教示阮的主祷文三角祈祷讲。对天意，阮是知道我下面我，因为阮是下面我人，无法支持，就叫阮看，因为高官应该用手，代代为证，阿门。这是咱三角来交读启应文伫圣诗后面第45页，启应30。智慧敢无得叫？伊伫路边悬伫一顶面，伫城门边，伫城门口。众人啊，我叫恁；讲公直的人啊，恁就会晓直通达的你。恁就听，因为我要讲极好的事。伫亚花做花的起头。对永远。对个起头，未有世界大生，我已经受设立。大山未定着，小山未有的大生，已经生我。
伊建立这个天，设圆圈伫深渊的顶面。甲海定着界限，互水无盘过伊的命令。迄时我伫遐做师傅头，日日互伊欢喜，常常伫伊的面前快乐。恁遮的囝当着听叹我，因为接受我的道路的就有福气。听叹我，日日伫我的门口伫等。因为找着我的，就找着我命；得罪我的，是害家己的性命。阿门。咱即时我来吟圣诗，在一首，请咱起立。上帝至权，我爱称赞。圣诗在一首，请咱起立来吟。请坐，下面咱要请圣歌队来学乐，因所要献的诗歌是《上帝是咱的要塞》。Thank
感谢圣乐队用这样水的声，甲咱三甲同齐来学了上帝。这时咱要来共读圣经，记载旧约创世纪第6章13节到22节。现代中文译本是第8页，台语汉语本是第6页。我用台语汉语本来念。创世纪第6章13节到22节。13节，上帝对挪亚讲：“我决定要灭绝人类，世界充满着因的暴行。我要甲因甲这个世界同齐消灭。你着爱选用好的木材，为家己做一条船。船内爱有房间，内面外面拢爱涂沥清油。船长133公尺，宽22公尺，悬13公尺。船爱有筒啊，筒啊接船顶，悬44公分。船舱分上中下3层，船边爱留门。我要大水泛滥大地，消灭所有的动物，地上的一切拢爱灭绝。18节，但是我也要甲你立约，你爱带你的某囝新妇进到船里，你也爱将地上各种的精生通拖、飞鸟各一对，一只公的，一只母的，带到船内，好好保存因的性命。你爱为恁甲动物接住各种的食物，那照上帝的吩咐一一去行。今仔日咱的主任牧师所要传讲的信息是圣经的人物系列第6，就是挪亚的第2讲，请咱恭敬来领受。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顶礼拜有分享挪亚的第1讲，咱有提起到一个被上帝拣选的人，有2个真重要的要件。第一个就是爱甲上帝同行，甲上帝保持密切的关系。另外第2项就是爱有无甲歹妥协的特质。咱今日要继续来看这个主题，对挪亚的生命故事中间，咱去学习一个被上帝拣选的人，其他的2个特质。要领受上帝的话，进前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只是静静听候你的话，求主透过你的话，搁一遍为阮带来改变。阮真实明白你的心意，也当照安尼去行。透过安尼，互你的名得到荣耀，也互阮领受祝福。阮恳求主帮助阮，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阿门。咱今日要继续来看挪亚的生命故事。那伊的生命故事里面讲，一个互上帝拣选的人，伊必须要有几个真重要的条件。第3个，好，对，咱顶礼拜有讲2个吼，这礼拜咱来看第3个甲第4个。第3个条件就是讲，如果你若要成做一个被上帝拣选的人吼，你要完全甘愿、完全顺服上帝的话。意思就是讲，上帝去拣选一个人。使用这个人，是这个人爱照上帝意思来行，无任何借口的人。上帝是拣选一个完全甘愿顺服的人。咱拄则所读的经文，创世纪第6章22节，本的圣经安尼讲，那就安尼行，既然上帝所吩咐的，伊拢照样安尼行。上帝吩咐伊爱做这大船，船偌长、偌宽、偌悬。伊拢来记起来，然后伊就照安尼来完成。所以你若看创世纪第7章第5节，这段甲咱今日所翻译的，现在中文译本翻译的拢相共讲，那遵照上主的命令，一一拢来做，就是讲无一项无做，
完全照上帝的话来做，是无条件的顺从。其实咱来理解来讲，顺服就是信心的另外一种讲法。因为咱对上帝有信心嘛，咱来理解上帝叫伊做遮大船，这对于伊来讲，也是讲，如果那上帝叫咱去做遮大船，伊讲要透过这大船来拯救咱。但是迄个时阵天还未落雨，可能你所住的所在离海阁真远，你敢会顺服？这件代志对咱来讲完全无意义啊！为什么这个时阵要做遮大船？上界奇怪的是，上帝讲伊要叫咱去收集这动物。这对咱来看其实对你我来看拢是真困难，对无？我今仔讲要去掠一只鸟鼠佮掠一只刚刚一只母的我掠袂着，叫我掠只鸡仔都掠袂着啊！所以这较有意义。但是咱无借口，伊无甲上帝辩论啊，讲上帝这我办袂到。其实咱看以后，咱看若继续看，咱就知影到尾上帝有帮助伊嘛，上帝亲自带这动物去哩嘛。所以咱听上帝安尼做。安尼交代，伊就安尼做，伊就是有这个顺服的态度了。所以上帝就是拣选这款完全顺服的人。若要讲到顺服牧师有3项建议，咱来放伫心肝中间。第一项，就是讲，当然牧师这个时阵，佮大家分享一点，就是讲有时阵上帝会启示咱某一件代志特别是透过伊的话对咱讲，有时咱可能伫当时阵对咱来讲无一定什么款的意义但是事后来看，真特别上帝的使用你，会成做真别人真大的稳定甲祝福其实我伫查经班的时阵有分享过来的见证我伫遮甲大家分享一项这真特别的一个我的经验啦有一遍我咧准备我。几若应该10当前我迄阵搁伫南部教会咧服侍有一天我咧准备即个查经班的课程准备袂了突然间伊准备到一半，我突然间心中有一个真奇怪的感觉就是讲，甲先讲有一个感受讲叫我爱去摕我册架一本册来看其实迄个时阵我。查经班的资料都写袂了迄个时阵，佮叫我摕迄本册，而且迄本册甲迄个圣经根本无关，迄是本红仔册我就想讲不要紧加减，既然有这个感动，我就去摕来看就掀开迄本册内底夹一张纸这张纸写一个人的名佮伊的电话这个人是一个圣大医学院医科的一学生伊过去伫读圣大的时阵，伫富强教会聚会所以我捌伊但是因为伊毕业了，就去高雄的所在去实习，真久无联络我想讲既然看到这张纸，我就拍一个电话甲伊联络一拍去伊无偌久伊就接我就问讲最近好无？伊就讲即摆实习的工作真无闲但是一切拢真顺遂我就来问讲安尼你敢有啥物代志需要牧师替你祈祷的？伊拢点几秒钟伊讲牧师，我老实来讲我差不多5分钟我无说离去迄个一个车站去插掉啦。我即摆心内做烦恼的我去抽血报告还未出来，毋知情形是安怎，毋知敢毋去感染着所以心中真烦恼。我来讲，安尼无，我带你做一个祈祷好无？我就伫电话中间替祈祷来祝福。过一段时间了，伊就拍电话来讲，感谢主迄边检验了拢无安怎，但是伊感觉讲，迄个时阵当发生无偌久心中真惊吓的过程中间，竟然我会拍电话去替伊祈祷这个时阵我就了解讲为虾米心中会有即个感动。当然，这是一个真特别的经验。但是大家要理解，迄个时阵，迄件代志对我来讲是无啥物意义的。但是如果我若去做，就为这人带来祝福。所以
咱其实顺服上帝是非常重要。啊，关系顺服，牧师要甲大家分享3个真要紧的代志。第一项，就是咱要顺服上帝，心中爱有一个态度，就是你爱谦卑啦。咱人拢爱常常爱照家己的意思，认为讲我的决定是我的主权嘛。但是要做一个顺服上帝的人，咱爱有一个态度，就是你首先爱学习谦卑的态度。你也知影，你的决定可能会错误，就交给上帝，上帝会带咱引带。所以咱来理解来讲，什么是顺服上帝？对咱来讲，基督徒的顺服就是爱将主的话记伫咱的心中，然后照安尼去行，毋是照咱家己的心意去行。所以咱先爱学习一个谦卑的态度。圣经安尼来讲，上帝主动骄傲的人，赐恩典予谦卑的人。所以你爱家己谦卑，家己服伫上帝大能的手下，到时伊的确互恁升官。所以伫遮咱看见着彼得前书的作者安尼来咱讲咱爱先谦卑啦，愿意顺服伫上帝大权能的管辖下面。因为上帝爱谦卑的人，无爱骄傲的人。骄傲的人常常我靠家己的智慧，我靠家己的主意去做决定。但是上帝伊爱咱伫做任何决定之前，先请问上帝的心意。到底我做这件代志，敢会当去满足上帝的心意？敢会当互别人得到利益？上帝爱咱先用谦卑的态度去思考这件代志。所以先谦卑家己，咱自然而然会当完全顺服接受上帝的掌管。咱将咱的性命交伫全能佮全智的上帝手中，安尼就会当学习顺服的功课。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态度。第二项，咱除了有谦卑的态度以外，咱阁有一个真要紧，就是爱去用心去听上帝的教训。我对遐所讲的迄个见证，迄是真特别的经验。但是有更较简单的管道去了解上帝的心意，就是咱会当用心来领受上帝的话。要顺服。真重要的就是爱去听上帝的教训。咱看上帝对哪讲话，哪就用心来记伫心中。上帝讲，即只船爱做偌长，爱做偌宽，爱做偌悬，伊拢来记伫伊心中，然后照安尼去做。所以伊真用心去听上帝的话，听上帝的话是顺服的要件，嘛是上介好的管道啦。咱有时要得到圣神的感动，可能爱准备咱的心，但是真重要的一种较简单的方式，就是咱求圣神帮助咱去理解上帝的话。所以圣经诗篇的作者安尼讲上主啊，求你指示我应该行的道路，我要顺服你的真理，求你教导我怎样敬畏你。所以咱来理解的是讲，咱来真实去自行去。用恭敬的态度去领受上帝的话，去听上帝的真理，然后照安尼去做。今仔日基督徒面临是个上介大的困难，就是咱常常毋知影圣经咧讲啥，咱会看真济其他的册，去听真济专家的建议，但是咱无真心要去理解上帝咧讲啥。其实上帝透过圣经，就将一寡原则性的方式，伊的心意，甲咱讲，咱若用心投入伫读圣经上帝话，的确会当领受真大的祝福。咱的查经班义务所的查经班，前一站拄大家结束。咱伫11月开始牧师有准备要甲大家做伙来看福音书。福音书是记载耶稣基督的教训，甲耶稣基督伊为咱做啥物款的代志。这对基础的信仰非常重要。牧师望真心望大家准备心对11月份开始来参与这个查经班牧师知影大家会乱了，有人讲你有所有查经班一届17天
17天爱读几个月吼，我即回来读福音书来切做几个段落吼，咱即届读可能8个礼拜吼，也是讲10个礼拜，帮助大家当一一来了解上帝的话吼。因为听上帝的话是顺服的一个真重要要件。然后咱听上帝的话了，咱就爱安怎顺服上帝的心意，吼，实践上帝的命令。咱看起着圣经中讲，那遵照上主的命令，一一拢做，表示讲伊有听，然后有听上帝的命令，然后照上帝的命令去做。咱来理解吼，知识爱变做行动，这是顺服的真正意义吼。有一寡人可能伫圣经考试顶面会当考到真悬的高分哦，背金句真够背，但是伊可能犹原毋是一个真好的基督徒，因为知识必须要变做行动，理论爱实行，神学爱成做咱的性命，安尼才是顺服真正的意思。咱身躯破病去找医生，咱听医生来开处方吼，爱你爱食啥物药啊，爱做啥物款的检查。你若拢无要照伊安尼做，你看医生有啥物款的路用？咱拄着啥物困难，咱去找专家，专家来咱建议。你听专家的建议了，你无要照安尼去做，你去找专家有啥物款的路用？咱每一礼拜来到教会中间听圣经、上帝的信息、上帝的教训，咱拥有真侪的知识，但是如果你若无实行的意愿，伫你的生命中间无可能产生效果，所以听了就爱去行，这就是顺服。所以关系顺服，牧师分享3项：第一，态度顶面，咱爱心存谦卑，交出咱的主权；第二，伫上帝话顶面，咱爱诚心领受，去听上帝的教训；第三，咱爱顺从上帝的旨意，实践伊的命令。这是咱对那会当学习的第3项。最后一项，咱看记着，那伊生命中间这个特质就是伊一心坚持到底啦。那是一个忍耐、坚持的模范，伊是一个认真工作的工人，所以完全照上帝的命令，完成上帝交代伊的工作。做一个被上帝拣选的人嘛是同款，咱需要有坚持到底的精神。如果你若想要互上帝使用，你被上帝拣选，你要理解来讲，上帝拣选咱吼，毋是一时尔，是一个长的过程。真侪人袂当互上帝使用的原因之一，就是上早就放弃，无法度坚持到底啦。特别是咱看见着，咱等下要参与圣礼典吼，有一群兄弟姊妹要伫上帝甲众人面前告别因的信仰，这毋是结束哦，这是一个开始，是开始基督徒生活的开始。一直爱坚持到啥物时阵？坚持到咱甲主相见的时阵。若要安怎坚持？牧师有3项建议。第一，咱爱理解来讲吼，伫基督徒的人生，甚至是讲任何人的人生，拢需要面对困难，爱克服压力。咱来看，咱来理解来讲，困难甲压力吼，常常会互你放弃上帝互你的计划，互咱无法度坚持落去。所以咱爱理解来讲，咱的生命中间一定会拄着困难，一定会拄着压力。在信仰伟大的人物拢捌面对过。咱来看你讲若要去做这个大船方舟，伊敢会拄着问题？一定会拄着真侪问题嘛。简单要安怎去收集迄个上帝讲用迄个上好的木材对无？伊就爱去找真侪木材。你来看，因一家人8个人要做这只大船，看爱开偌济时间，爱克服偌济困难。当然，圣经写讲真简单，但是咱爱理解，伊遐面对真侪困难。特别是讲命管理遐个动物，啥物动物甲啥物动物袂当放做伙，可能会冤家。伊命啦准备，上帝叫伊准备这动物要食的物件，
为咩去敲找？咩为着咱讲一个较简单的来讲，咩为这动物保持卫生啊？吼，咱拢住伫一只船内底，你若甲一只狗仔绑做伙吼，住伫一间便所内底吼，你若10工看你敢挡会牢？这种是哪个问题？因住伫迄个船顶面超过1冬啊，这种是爱面对的问题困难。伊嘛克服真侪压力呢。你伫路面还未落雨进前，就坐大船，别人会安怎看你？别人可能承受遮尔侪困难甲压力，但是伊克服。所以，亲爱兄弟姊妹，伫人生的路上，咱上款拢会拄着遮个问题。咱被上帝拣选的人，嘛是会拄着面临困难，嘛需要克服压力，更加需要坚持到底。我伫我人生的过程中，我嘛捌拄着真侪困境。无事捌甲大家分享过。我大学毕业的时阵，迄个时阵我真想要留伫大专中心服侍，但是我有真侪顾虑啊。我迄天甲咧甲阮查某囝讲，阮查某囝今年大学毕业伫厝里休困1个月，好佳哉有找着头路我来讲爸爸连对过去到现在拢毋捌失业过一天啊！我毋捌失业过啊！因为我大学毕业未毕业，我就找着头路为什么遐尔简单找着头路？因为迄个工作无人要做。留伫大专中心，为什么？因为迄个时阵台南大专中心领有一个干事的编制但是阮有3个干事，所以阮那3个人爱分享遐个社礼啦我较主称分享较少这其实对我来讲，学生变做工作无需要趁真侪钱，我就当过活。但是我对我的家庭有压力我的老母伫我9岁时就掌管，我是大囝，佫有2个小妹咧读大学。照理讲大学毕业就爱去找一个头路，趁一寡钱来分担家庭的需要嘛。所以迄个时阵我有压力阮老母的压力比我较大，因为我若选择要去大专中心工作，这一般人来看，这是无正经的工作无正经的头路人会对我的老母指指点点，我即个开生一个不好囝。所以阮相看阮的家庭有压力但是我真心知影讲，即个工作是有意义的，所以我想要留点伫即个所在服侍。所以我需要突破这个困难，所以我迄阵去兼真侪外务，就是讲除了全职做大专中心的事工以外，有闲的时间、休困的时间，我去做家教。迄个时阵，即马台南有一个立委叫做王定武，恁知不是伫电视迄是我的学弟迄阵伊开一个补习班，伊教英文，我教数学我就去补习班教册去打理行帮人拍理做真侪工作来维持家庭的需要。这个困难经历过，今日回头去看，是充满了上帝的恩典。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毋通拿做咱被上帝拣选，咱就袂拄着困难。咱一定会拄着真侪困难，有真侪压力，咱要坚持到底。所以，关系坚持到底牧师有几项建议。第一项就是讲，如果你若了解这个代志有意义，是上帝交代你做的，你就会通坚持落去。咱看见着，上帝予咱这个使命，就是爱起做一个大船。这个大船不是清清早早起的，因为这个大船是真做上帝救赎的工作，要救因全家，互人类的历史。上帝恩典会通继续延续落去，所以因领受这个使命，伊负起这个责任，伊知影这是要紧的，这是上帝的计划，所以伊就坚持到底。所以，如果咱的人生若有使命、有责任，特别这个使命甲责任是上帝交代咱的，咱就真容易会通坚持落去。咱看见了，保罗先生嘛是安尼，保罗先生原本就是法利赛人，生的法利赛人，是伫犹太社会中间是有尊贵的。
但是伊为着要去传福音，所以伊必须要牺牲，甚至去用迫害，去用爱承受真侪苦楚。但是伊知影这是上帝交代伊的责任，交代伊的使命，所以伊就安尼告别。咱看见伊安尼讲，伊讲我迫切期待甲仰望的是，我无抵到伫责任顶面有所亏负，反倒当会当时时刻刻，尤其是现在有充分的勇气，无论生无论死，用拯救的我来荣耀基督。伊知影传福音这个责任是上帝交代伊的使命，所以兼且受真济迫害，受真大的苦楚，伊有愿会当坚持落去。咱等下会见证一群人伊信仰的告别，有兄弟姊妹伊要接受洗礼。咱伫参与这圣礼典的中间，咱更加应该爱思考上帝的心意。真侪这兄弟姊妹，伊是透过咱中间的真侪好朋友来帮助因明白这个信仰。这就是咱的责任。咱少年教会其实是上帝起的一个间大船呐，要成做一个救恩的上顶，互更较侪人伫遮会当听到上帝的真理，互更较侪人会当伫遮享受到上帝所带来的疼甲救恩。所以，如果咱每一人拢会当负担这个责任，上帝就使用少年教会这只大船，成做真侪人的祝福。所以，咱看见到最后，这就是无需要勉励大家。咱今日听见上帝的话，这是上帝的应允啊！咱对这个应允充满信心，亲像上帝甲拿利约，讲恁全家要成做上帝恩典的延续，所有的人拢要被消灭。但是上帝留一家落来，那相信上帝，因为上帝给伊这个应允，伊就用信心坚持落去。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将那放伫信心的伟大人物中间的一个，伊讲因为信心，那伫也未看见的书顶面听叹上帝的警告。拄则讲过，那咧起大船的时阵，根本就还未落雨，也无大水。伊也未看见上帝这个代志，但是伊听上帝的警告，伊了解，所以伊就做一只大船，救了伊甲伊一家。安尼，伊定了迄世代的罪，家己也对上帝领受因信来有的义。亲爱兄弟姊妹，咱今日嘛承受这款的应允，上帝拣选拿阿。伊坚持到底，因为伊接受掠掉上帝的应允，凭信心倚靠上帝来坚持到底。今日咱每一个人，如果会当学习拿阿，也掠掉这个永远活的应允，咱充满信心，就会带予更较侪人真大真大的祝福。愿上帝拢拣选咱，使用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阮感谢你，透过拿阿的生命故事，帮助阮学习，互阮真真正正成做被你拣选、被你使用的人。恳求主帮助阮，互阮有够遐的信心，掠掉即款的应允，负起阮的使命甲责任，成做一个你所欢喜的人。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这是请咱起立来吟圣诗274首，求主施大恩。
请坐。即时请咱备办心来奉献，同时也要欢迎第一厝来双连教会聚会兄弟姊妹，你若还未填写留名卡，请你当听表以后交互阮受奉献的执事，互阮伫遮来甲你欢迎。即是咱来奉献。现在主，阮感谢你，阮感谢你赏赐阮所有一切，愿你将阮的性命献予你，做你的路用到一世。愿即时也奉献淡薄金钱，要做主你圣工的路用，求主接纳。阮的恳求拢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请坐，下面咱要请托牧师来主持圣礼典。咱这个时阵要来举行圣礼典来洗礼。咱首先要请圣灵洗礼，总共有8位：玉基、胡英玲、黄英玲、廖佩如、甲张少锦，以及兄弟是陈怡光、陈学林、甲陈建志，以及咱有7位对外教派已经洗礼，要转接来咱教会，有许丽珍、李丽清、蔡美金、李清标、邱显玉、曾明佳、甲陈怡任，咱一碟拢请因徛底。
咱得到帮赞是瓦靠耶和华的名，伊是创造天地的。所听兄弟姊妹，请注意来听主耶稣基督所吩咐的话。伊对世人中搁活了，也未上天的大声，有讲：天顶地下的权已经拢总互我，所以恁着去招万百姓来做学生，甲因行洗礼，互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既然我所有命令恁的，着甲是因守，搁我日日甲恁伫地到世间的落尾。第五旬节，彼得传福音的时，要对听伊的人讲：恁着反悔。逐人伫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礼，甲互恁的罪得到赦免。恁要受圣神的赏赐，因为所应允的归伫恁、甲恁的子孙以及拢总远远的人，就是见啊主咱的上帝所要调的。所以咱中间也有8位兄弟姊妹要接受圣灵洗礼，以及有7位兄弟姊妹要来信仰告别，亲像彼得迄时叫人着反悔信耶稣基督，搁受洗礼。但我也要对恁讲，恁着深信，恁若真实反悔告别恁的信仰，搁伫伊的名来受洗礼，一个圣礼典就要成做你罪得到洗清气的记号，甲印证，搁表明对圣神来得到顶头生，来结连伫基督。所以恁若要受洗礼，以及要将会籍转来上灵教会，因着伫上帝甲众人的面前告别恁的信仰，来应答牧师所问恁的。恁有信上帝做恁的天父，耶稣基督做恁的救主，圣神做恁的保惠师啊无？恁有诚实反悔恁的罪，也信靠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啊无？恁着倚靠上帝的恩典。尽力服侍伊，一世人行伫伊的道路，尽信徒的本分。恁有决意要安尼行啊无？这时阵，咱要举行洗礼，会众请起立。又记我用水来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阿免。好，有一年我用水来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阿免。有一年我用水来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阿免。了譬如我用水来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阿免。张少勤，我用水来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阿免。陈义光，我用水来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阿免。陈学林，我用水来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阿免。陈建志，我用水来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阿免。愿平安的上帝，家己互恁一尽正圣，佮愿恁的神、甲魂、甲身躯，伫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时，拢得到保全，无通欠。当恁已经受洗礼来告别恁的信仰，我靠教会头，也是大灵君，咱的主耶稣基督的名，以及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双联教会小会的官兵接落恁做陪参会员，有份伫主的道加新的约的恩典。阿免。咱同心来祈祷，全能永活的上帝，我感谢你这么大的恩典，用这个圣礼典接纳你的囝儿查某囝
进入你的教会。主啊，愿恳求你祝福因，用你的圣神降临伫因的顶面，将你的恩典赏赐因，互因会当结连伫耶稣基督得到主的充满，以永远踮伫你的内面。当因拄着试探的时，求主保护因，互因会当征战信仰好的征战。愿你的贵力扶持因的软弱，保守因安稳伫你的听，搁互因一世人会服侍你。亲爱的主，求你互阮对今仔日参加这个圣礼典了后，会更较明白洗礼的意义。求你赦免阮，因为阮对离开你的道路，直到阮亏欠领受洗礼的恩惠。求你互阮会完全反悔，带阮倒转归伫你，对待了后会做你尽忠的奴仆。阮上时也恳求主，你透过今仔这个圣礼节，有真侪伫外教派洗礼的兄弟姊妹，担真做教会中间的一家人，互阮彼此相挺，互相扶持，同走天路。恳求主保守看顾一切，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阿门。会众请坐。咱这个时阵要请牧师甲长老来代表咱握手欢迎受洗礼者。教会有一个礼物，甲一个证书要赠送予受洗礼者。谢谢。向前走一步，好。好，咱拍拍啊来欢迎哈。请恁向后转哈，我来介绍哈。牧师介绍，因为时间的关系，牧师介绍的时候，请咱遮的受洗礼者的朋友，也是讲伊的小组团契哈，都能起立哈，互咱大家做伙欢迎哈。
咱首先对这边开始来介绍哈，黄玉基哈，黄玉基姊妹哈。胡英玲、黄英玲，哈，廖佩如、张少锦、陈怡光。陈学林、陈建志，好，来，咱对这边许丽珍，好，李丽清，好，丽清姐是显玉兄哈，因为是夫妇哈，显玉兄哈，还有。青标兄加美珍姐哈，来贤玉兄介绍了哈，曾明佳哈，陈怡任，陈怡任，欢迎哈，好，咱请回座哈，请回座。咱即摆要来接续要来进行小礼洗礼哈。咱今日要来进行小礼洗礼哈，有7位：阮思恩、陈旭安、林维一、魏廷照、魏若婷。郑恩心甲郑恩妮哈，咱请因的爸母带因来到头前。请咱注意来听上帝的话。马可福音书有记载，有人带细囝来就问耶稣，要互伊蒙恩。学生接鼻因，耶稣看见安尼，大无欢喜，甲学生讲：用阮细囝就问我，无得急因，因为上帝国是即号人的。我实实甲恁讲，凡若承接上帝国无亲像细囝的，我断袂得入去，就抱因，甲因还手，祝福因。虽然咱的细囝无明白这个事。抑句所应允的也要归伫因，因是稳定的约会好的。上帝用洗礼带因来做上帝厝内的囝儿查某囝，互因属伫基督来做伊的百姓。所以，当我对这个细囝的爸母讲，恁的细囝要接受洗礼，恁着伫上帝甲众人的面前告别恁的信仰。恁有信上帝做恁的天父？耶稣基督做恁的救主，圣神做恁的保惠师啊无？恁着瓦靠上帝所赏赐的快乐，将基督的真理甲信徒的责任来教示恁的细囝，用基督甲好的行为来培养因，互因所行合伫上帝教会法度。恁有约要安尼行啊无？愿主祝福恁甲恁的囝儿，帮助恁守即个约。这个时阵，咱要来进行小礼洗礼，会众请起立。愿施恩，我用水来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阿门。陈旭安，我用水来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阿门。因为我用水来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阿门。
为天走，我用水来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阿免。为若婷，我用水来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阿免。郑恩新，我用水来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阿免。郑恩妮，我用水来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阿免。照耶稣基督的命令，这细囝受接纳入伊的教会，做未悲惨会员，来有份伫新的约的稳定。当这细囝的父母甲会长亲自作证，也分摊责任来培养伊直到接受虔信的。阿免。咱同心来祈祷，全能永远伫地的上帝，愿恳求你保护这细囝，引带因的身躯甲灵魂。互因的智慧甲年岁若加添，上帝甲人若听伊。主啊，阮恳求你，将天顶的稳定，丰丰富富赏赐因，引带因通平安经过做囡仔的时期，叫因脱离少年时的有隙，到时互因家己的个别因的信仰来坚持到落尾。亲爱的主，你的圣囝伫拿撒勒也捌有份伫俗世世间的家庭生活。愿恳求你祝福这细囝的家庭，恳求你赏赐因的父母，甲囝来照顾伊的人有智慧甲温柔，互因伫你的听内面会当来得到成长。愿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免。会长请坐。恭喜恭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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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婷，这是你的。恩妮应该是这一本。好，恩妮。好，恩贤，好。咱请这父母甲囡仔，咱拢向后转哈。牧师来介绍一下哈。咱来欢迎因哈。阮思恩哈，爸爸妈妈阮慈勋甲柯家军哈。佳姐甲玉林的囝哈陈旭安。好，念义甲佩龙的囝林维一哈。魏长庆甲廖佩如的囡仔哈，廷照甲洛婷哈。立伟甲慧倩的囡仔哈，恩心甲恩妮哈。好，欢迎咱请回座哈。咱阁有一位是迄个长老教会专职的哈。咱请起立。先哈，大家欢迎欢迎哈，已经参加咱的圣歌队啊了哈。好。感谢上帝恩典，互咱这几多位兄弟姊妹吼，甲咱的细囝来接受洗礼，后跟信礼，后转接的，请咱礼拜了后，咱所有的吼拢留落来，咱要翕相。这是来报告，咱来看周报第4页，屏幕师夫妇甲青少年。95个人到宜兰参加885个营会吼，咱因有定今仔下晡会转来吼，愿上帝保守因。愿今仔所有洗礼的，不管是成人洗礼、
修理洗礼跟信礼，拢会当主祝福因，也做因一世人的倚靠甲帮助。今仔日中昼12点有新生命的餐会，请报名兄弟来参加。遗体关怀本会会友龚真菊云姊妹，就是龚真如姊妹的母亲，伫8月19安休主怀，请兄弟来关心代祷。咱第5夜的成人牧区的事工，特别是净坛的活动，咱详细来看，踊跃来参加。咱下礼拜圣餐主日奉餐的长老，请咱备办心。第6夜的所在有青少年牧区的事工、英语的牧区的事工，请咱详细来读来看。装备委员会的消息有关系咱的第2学期的奖学金的事项，咱详细来看来申请。圣乐委员会的消息。咱家己来看，咱来关心，来代祷。盲朋友查经班的灵修会，因的主题是全人医治的法则。讲师是张仲福牧师。伫9月初5拜四上午9点，地点是咱7楼的礼拜堂。咱欢迎咱的盲朋友，甚至是咱关心盲朋友兄弟姊妹，咱来参加。护理园区的消息，甲社会护理慈善基金会的消息，等等，请咱家己来看。妈妈读书会附属的新乡合唱团，因有要招生哦，请有兴趣的吼，要参加这事项的，咱踊跃来报名。教界消息，请咱来。家己来看，咱来关心。报告以上，下面咱请牧师来介绍今仔来宾，做牧养的代祷。牧师来介绍今仔第一遍，甲咱做伙敬拜的兄弟姊妹，遮有一位先生张荣鼎先生吼，伊是踮伫咱安养中心，今仔第一遍来甲咱做伙礼拜。张荣鼎先生，伫遮吼，欢迎吼。阁有高慧生长老，伊是台南新和教会，欢迎。阁有龙瑞敏全家，这遮顶教会来好，欢迎。阁有陈元兴专家，陈元兴专家。这是应该是元德的哥哥啦，好欢迎。其他到第一遍来无介绍的，愿上帝亲自赐福保守。这是请咱起立来吟圣诗514首，打要散会求主赐福。吟诗了后，请蔡牧师祝祷。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感动、夫妻相通，常常甲恁伫地，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默祷谢恩，共受差遣。